没有砸到。开走，赶快开走。开走。没事。留电话，这样你还开走。对。好，没有砸到。开走，赶快开走。开走。没事。对他太幸运了，我昨天汽车刚停在这儿。非旅客请注意，由于刚才发生流感地震，部分列车停于月台，请您在列车上稍后，造成您的不便，敬请见谅。列车上稍后，造成您的不便，敬请见谅。旅客请注意，由于刚才发生流感地震，部分列车停于月台，请您在列车上稍后，造成您的不便，敬请见谅。